最近好多朋友話我頭髮好扁，我先意識到其實我係咪真係需要咁多朋友？作為有頭髮嘅代表，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發掘唔同嘅整頭工具。今次試下新品牌 Strive 嘅 Airflex 2.0，佢有一個6合1嘅全方位氣流造型器。因為唔用好工具咧，自己製工具會吹到個頭扁踢踢。之前咧有差唔多10年嘅時間，我都係用一啲傳統嘅捲髮器啦。有時啲頭髮吹得唔夠乾，就落個捲髮器咧，成件事係勁傷頭髮。最後啲頭髮咧就越嚟越幼。亦都有試過咧用 D 牌嘅 Airwrap 啦，最近就決定轉用 Strive 啦，效果咧係因頭而異，建議你自己試下啦。講翻朋友，我認為人生入邊咧同屋企人嘅關係已經冇得揀，所以咧伴侶同朋友嘅關係絕對要好好咁揀。而慢慢長大啦，都接受咗一個事實，就係有啲關係係階段性嘅，佢哋嘅出現咧係嚟陪伴我哋行其中一段路，或者嚟教識我哋一啲嘢。而我覺得最好最舒服嘅關係咧，就係彼此都一齊成長，一齊升級。而同朋友講需唔需要對方呢個 term，未免負擔太大啦，不如同佢講我唔完美，謝謝你還在。